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政党的消息。来看这个民进党的中执委黄守达，伫因的中执会提出着质疑，讲台南市长的初选有国民党介入的分野。不过，挺这个陈廷辉的中常委王世坚当场表达反对，讲这个选举已经出炉，无应该搁来生事端。啊，主席赖清德是猜是讲，是毋是介选？伊心中清楚，伊要求伫个无干扰到竞选步调的前提之下，伫适当的时机进行研究甲检视。啊，那陈廷辉今仔日是开记者会，公布伊上新的问言，针对着介选的讲法，无愿意讨论。陈廷辉阁一摆找副联王王世坚来倒收天，替家己2026选台南市长的选情炒热气氛。一马当先陈明飞，一马当先王世坚，当先或当奸。但是廷飞跟世坚委员都是一样，我们永远是跟人民站在一起。就算王世坚支持陈廷辉，不过初选煞过了后，党内嘛是有人伫咧起起楚楚。根据平面媒体报道，昨日中执会黄守达讲，初选的民调有国民党介选，其中台南的情形上显目。王世坚当场表达反对，讲结果出来就唔通过乌白选灰。主席赖清德才是敢存在国民党介选，心内有数，要求伫咧无影响竞选步调，再去找一个时间来研究。和检视。今天是很开心的，我们不要去讨论这个议题，因为也提名了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段落了。要有实质的证据，接电话的人只要他愿意表达，那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？他会喜欢哪一位候选人？那这个我们无从去知道。所以国民党介入，我是觉得一点都不意外了。主席已经下令了，就党中央以后大概大家去研究。看得出，就算民进党内初选已经结束，不过是要完成整合，还有一段路。赖总统很清楚国民党有没有介入初选，我个人也很清楚，如果想要借着这个要来翻盘，那只会增加你们整合的困难度而已。南北界选又不是现在才开始，他们早就在界选。其实我们的民调公平、公开、公正，没有任何问题。那当然，我们各种民调会再继续的精进。台南民进党初选如何团结，看党选情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